今次撲街了。膊頭有花嘅全部同我入嚟。Maggie， 你同我落街買2袋冰。高玲，你同我準備2個乾淨嘅桶。Kathy， 你攞我套師傅衫出嚟。Honey， 你幫我剪手甲。各位30分鐘後喺樓下公園等，唔該晒。尋晚有個叫隨緣嘅3、4線寫手，咁啊揾啲冰水淋自己，淋完呢就點名要挑戰我嘅。喂，我同你無仇無怨啊，做咩要拖落水呢？仲要係冰水喎，點名要司徒夾帶啦，又唔講明係男定女。好在我早有準備。今日我就教大家自製呢個冰水嘅材料有水1桶。冰1包，做法好簡單，我哋將啲冰剪開佢，倒落啲水度，好啦，完成，準備好有嚟啦喎，攞起個桶先我哋，嗱，數3、2、1就自隊啦嚇，你 OK 未啊？好嚟，3、2、1。我個釘喺咪度啊 ？OK， 跟住咧，根據呢個規矩咧，我就要挑戰多3個人嘅。好，第一個齊恩，第2個齊恩嘅母親，第3個齊恩嘅父親。我希望以上3位朋友咧係可以用呢個個人名義接受呢個挑戰嘅。咁有2個選擇，一就係捐錢，2就係揾冰水淋自己，3就係以上皆是嚇，冇篩選嘅，2個都係好選擇。我等你哋。